對全球 UFO 熱愛者、收藏家，我即將推出一架歷史上面最傳奇嘅外星飛行器模型。我哋好精細地打造呢一架，就係1947年7月4號夜晚墮毀喺新墨西哥州羅斯威爾嘅呢一架咁傳奇嘅飛碟。以下嘅網址，我哋開始係接受全球嘅預訂啦。